點穴係少林嘅秘密奇功，絕對唔係咁輕易傳授嘅噃。想學點穴，除咗要有10多年基本功之外，主要就係好勇鬥狠之徒不傳，心術不正之徒不傳，有恨心冇愛心之徒不傳。咁所以海燈法師門下芸芸眾徒，有機會學呢種絕技嘅，只係得3兩個嘅啫。其中嘅愛徒范應年、李興友2個人，亦都要立下守規嘅誓言，然後先至獲得海燈法師親授點穴秘功。人體有108穴，其中只有36穴係致命嘅，又稱為死穴。咁所以亦係唔肯輕易傳授呢種絕技嘅原因。點穴首先要練指功，再練握力，然後練眼神、身法同埋步法嘅。非法嘅武力嘅。海燈法師已經有86歲高齡啦，除咗自己每日練功之外，仲要為呢啲佛門弟子教武傳藝。呢位徒弟仔堅忍不屈、百折不撓嘅毅力，深受法師嘅喜愛。海燈法師喺太白館經常教啲鄉親練健身氣功，佢希望所有嘅人都身強力壯、百年長壽。海燈法師教弟子練大張凳嘅套招。大張凳係少林寺大張和尚用寺院裏邊嘅長板凳做武器，演練成一種特別套招。佢老人家教徒弟嗰啲招數，表面上睇嚟好似輕描淡寫，但係睇佢徒弟嗰種威勢，就知道練成之後嗰種犀利法。海燈法師教范應年空手奪人，要白鶴單刀。海燈法師手持嘅單刀，時時用嚟掩人耳目，實際格鬥嘅時候，會趁其不備，以指代刀，點其穴位制勝嘅。呢種係少林秘功，以指代氣法。海燈法師每日清晨雞鳴即起，演練自己嘅套路，就算雲遊旅途，亦從不間斷嘅。
海燈法師能夠有今日高超嘅功底，實在係幾十年如一日艱苦磨練嘅結果。86歲嘅海燈法師，仲經常練達摩月牙鏟，耍起上嚟剛柔相濟，好似一位少林醉羅漢。呢招係羅漢上山。降風掃月，醉羅漢。海燈法師喺度演練易筋經13段功。呢種係少林內氣功嘅絕功，由雨峰上人單傳口授俾海燈嘅。海燈法師苦練咗60幾年，可以講話已經達到咗練精化氣、練氣化神、爐火純青嘅上乘境界。哇！睇下海燈嘅絕技，86歲高齡嘅老人，點解會唔怕俾三隻棍用力抽打呢？因為海燈法師嘅易筋經排打氣功已經練到意與氣合、氣與力合嘅深厚功底，所以能凝氣斂神，隨心借力咁保護自己。如果換咗我哋普通人，早已經受咗重傷或者冇命咯。加以推廣，發揚光大。佢為扶植後輩而作出貢獻，佢定咗3個計劃。第一步計劃，首先出山尋訪少林本門流散民間嘅成名少林拳師，使各種突出少林拳術歸宗。少林派嘅成名拳師知道咗海燈嘅壯舉，都極力擁護響應啦。互相的研究互相的學習，取長補短，共同把咱們少林武術事業搞好。老拳師梁以全並以套祖傳嘅少林長拳示範俾海燈觀摩。長拳係少林拳中有代表性嘅拳術。據梁以全師傅嘅解說，長拳嘅特點係鬥
鬥如虎，瘦如貓，行如龍，騰如雕。佢雖然已經60幾歲，但係拳法乾淨利落，招招內力充沛。海登大師睇完讚不絕口。炮拳聽講亦係少林高僧公認嘅保密拳術，而家由另一位少林拳師陳武經演練。佢打嘅炮拳身如波浪，手似流星，勇猛敏捷，拳拳有力。呢位李師傅打嘅係另一路失傳嘅少林拳術。黃宗仁係少林拳後起之秀，深得少林派的傳。佢呢度長護心意門拳，具有俗家少林拳嘅代表性。拳法有3大特點。第一係拳打一條線，拳嘅起落進退都喺一條直線上。第二係拳打臥牛之地，喺狹窄嘅地方都能夠攻防自如。第3個特點，出拳曲而不曲，直又不直，收法靈活而有彈性。海登法師搜入咗少林各種拳術之後，就繼續進行第2步計劃啦。佢集合咗各門派武壇前輩，希望佢哋拋棄門戶之見，互相研討技藝，取長補短及分頭並進，將中國之武術瑰寶傳諸後代。老武術家吳圖南係吳式太極拳協會主席，佢演練嘅吳式太極拳柔和緊湊，剛柔內涵，姿態舒展，已經到咗爐火純青嘅地步。八卦掌協會主席李子明係八卦掌師祖董海川嘅弟子，佢嘅八卦掌動作輕快、敏捷，腳步靈活多變。八卦掌素有虎卧、龍騰、懸峙、鷹展之勢，民間流傳極廣。孫建雲係孫式太極拳鼻祖孫六堂嘅女，而家係孫式太極拳協會主席。雖然年逾70，仍然身體健壯。佢嘅拳法開合鼓蕩，小巧緊湊，步活新靈，剛柔並蓄。袁敬全老先生係炮捶協會主席，拳路堪稱一絕嘅。
以上呢5位老前輩都係當今各派嘅掌門人，個個功力深厚，身懷絕技。經過海燈法師呢次嘅撮合、交流經驗、切磋技藝之後，都願意無條件將絕技傳俾後世，為振興中華武術而出一分力。海燈法師為咗答謝各前輩嘅誠意，亦同徒弟演練咗對策嘅絕招啊！你要狠，那凶得很，站那一锤就死了樣。海燈法師將呢種絕技傳俾范應年同埋李興友，希望佢哋能夠繼承同發揚中國珍貴嘅遺產，振興中華武術。3種價值為一樣的用盡。童子拜觀音，海燈法師嘅剛柔童子功，又稱少林正宗羅漢功，共有108路，有剛有柔，光如磐石，柔弱無骨。海燈法師86歲高齡，仍然能夠演練童子功。據法師自己話，練童子功嘅先決條件係必須保持一生同體，常練內氣，精血不散，再加上多年苦練，就能夠產生驚人嘅功力。只有練成童子功嘅人，先能夠練成絕世奇功一指禪。青龍探海。呢個沉重嘅沙袋喺2位弟子重錘指擊之下，都安然無恙。但係喺法師嘅指力之下，就變咗落沙滿地。呢種功力認真驚人啊！40年前，海燈法師以一指禪功名震天下。40年後嘅今日，法師已經進入86歲高齡，仲能唔能夠再演練呢一種絕技呢？驚天絕技再現人間，當今世界能練少林一指禪功嘅，只有海燈法師一人。鐵杵磨成針，呢啲係偉大中國燦爛文化遺產嘅驕傲。